你好，我係 Christina，我哋依家一齊嚟睇下2026年1月5日至2026年1月9日嘅美國股市市場分析同預測。聯儲局最新議息記錄顯示，官員對貨幣政策出現明顯分歧，多數人認為隨住時間推移，進一步減息會係合適選擇，為美股注入正面動力。雖然12月會議以9-3票通過25基點減息，但反對聲音反映出對通脹同就業嘅憂慮。市場預期2026年最少會再減息1至2次，聯邦基金利率有機會降至 3.25% 至 3.5%。假期過後，機構喺年初重新配置資金，再加上1月效應，投資氣氛偏向樂觀。經歷年底節稅相關賣壓之後，美股預期會迎來買盤回補，短期內三大指數有望平穩上升，走勢仍要視乎美聯儲政策方向。實際表現方面，2026年首個交易日，即1月2日，美股收市表現個別發展，道指升319點，報48,382點，升幅 0.66%， 標普500微升 0.19%， 報6,858點，納指跌6點，跌幅 0.03%。科技股方面，微軟跌 2.2%，Meta 跌 1.5%， 但半導體股份支撐大局。人工智能熱潮持續，記憶體同 AI 晶片股表現強勢，推動標普500同納指向上，企業盈利表現穩健，預期短線仍有上升空間。科技股之前嘅調整未算充分，本週或會出現溫和回調，但整體市場氣氛仍然不錯。2025年三大指數累積升幅強勁，超過 16% 至 20%， 聰明錢開始轉向估值較吸引嘅市場。CES 之後，市場焦點轉向企業業績。納指曾經先升後跌，回調超過 2%， 科網股高位回落，資金輪動情況明顯，投資者需要提高警惕。不過，半導體股份表現突出，好似 NVIDIA 升 1.2%，Micron 大升超過 10%，PHLX 半導體指數急升 4%， 顯示 AI 基礎設施需求依然旺盛。至於藍籌為主嘅道指表現相對遜色，投資者關注下星期公佈嘅就業報告，市場預期減息預期升溫，有利風險資產表現。美股估值仍然偏高，短期內難以大幅再上，預料會喺高位整固，反覆走勢持續。年底急升之後出現正常消化同回吐，利好消息已大致反映，市場好淡增持，動力逐步減弱，一旦跌穿重要支持位，可能觸發調整。加上經濟數據表現參差，本週大市預料喺窄幅內徘徊，資金重新部署。美國1月減息機會下降，調整壓力持續。首個交易日成交偏低，反映投資者態度審慎。Russell 2000指數升 1.06%， 中型股升 1.3%， 顯示資金偏好中小型股份，但科技股受壓拖累納指表現。10年期美國國債孳息升至 4.19%， 為市場增添波動風險。亦有較審慎嘅觀點預測，週一至週五或會連續下跌，出現溫和拋售，科技股調整仍未完成。整體市況反覆，納指升勢或暫告一段落，投資者宜保持小心。今年市場操作難度不低，需要密切留意後市。雖然2026年市場預期企業盈利可增長 15%， 加上 AI 相關開支同財政刺激提供支持，但聯儲局內部分歧、地緣政治風險、通脹黏性以及關稅不確定性，仍然係潛在隱憂。分析師普遍看好美股中長線續升，標普500目標區間介乎7000至8000點，但同時強調板塊輪動同波幅加大，建議投資者採取低買高沽策略，審慎部署。